伫咧疫情期间，真侪店家拢无要甲这便所借互人使用。即马疫情结束几多年啊，这三甲楼街店家呢，因着发起款待服务的活动，无就算这人客无甲因交管，因也愿意将这便所借互人使用，而且会当借你充电、放行李，这服务加起来有13项。目前这三甲楼街已经有40多家店家来参与咯，要互游客感受到台湾人的真情味。头家会使借偌济哦？好，会使啊吼，阮三甲楼街有提供这免费烧水的服务。马来西亚游客来到三甲楼街佚佗，因为带囡仔出门真无方便，需要泡饮款东款西。不过那个店家开喙就只方便，拢是无问题。台湾人的认真味，和马来西亚游客学了个特质。我觉得台湾人都很好很友善，然后而且就好像我有带宝宝啊什么，就特别亲民。我常借厕所啊，借热水啊，什么各种借，然后很多台湾人都特别好。三甲楼街商款协会发现讲，伫咧疫情了后，真侪店家拢暂停提供借便所、借充电等等的服务，为着要恢复疫情正的认真味，因发起款待服务的活动。除了借烧水、泡牛奶，也会当提供便所、免费用 WiFi、手机充电、借扛行李等等，计共提供13项服务。若是拄到外国游客，因要提供优先的翻译服务，亲像日语、越南语、英语等等这款服务，拢是店家家己组成的。优先店家吼，是为民国111年，到即摆已经有4年啊。阮三甲楼街店家吼，大多数的店家大家拢真团结，当初咧号召这店家参加的时阵，其实大家参与度拢算真悬。提供伴游，再介绍啊，才有礼数啊，啥物物件好食，啥物物件袂一定爱来，一定爱买啊。就连游客建议的导览服务，三甲楼街也有，只要去官方网站申请，因就安排导览。目前三甲楼街附近有90间的店家，已经有40几间加入款待服务。商款协会表示，未来会靠更较侪店家来参与，互更较侪游客感受到台湾的宁静味。记者陈阿选、曾俊佑新北报道。